天界咱们经赛事，谈到阿根廷的保路入卡的中国的列调的，马些今的主编这次中央研究公民出最结巴里呢，阿根廷的入卡的奥斯特利亚入卡瓦里呢，咋着个程度系的就是，马些大连个程度的咋着个程度是人家阿根廷的保路入卡的中国的用钱程度定的是变化了，中国保路搞不难跟所用的阿根廷的程度了，所用的了它就重要了。他一年来，他人有做内的程度大个大嘛的，做内的梅西是。梅西他的中国的那把地托呢，中国保留天没话嘛不起的，甚至那些差多把了的。或者了，他的程度的巴西的差多了，占别起了很有钱钱呢，他的程度的巴西接下来要什么都是的。结论年度整年了，卡塔的整年旁边刚才保留程度拿了，阿根廷的入卡的，奥斯特利亚入卡呢，接下几个程度拿落来呢，几个都是你个都这样拖的，阿根廷的入卡了也个拖要的。他人个程度的呢，阿根廷的入卡了，结论年度整年了，赛季旁边恰个特别些的程度谈不提示。梅西他人个程度的呢，咋着个程度显示？今年来程度的呢，德人有被程度显示。阿根廷的入卡的，谈到赛季旁边都算话西个呢，开始奥斯特利亚入卡给老外都判没呢，中国保罗的天面难跟随程度，少动了，涨价修在找不起。现在他人个程度的，阿根廷的人呢，今年生意就我手钱多些了，年年阿根廷的入卡了，搞不难跟随钱多些。他这个程度的，就这的跟着他就没有面做梅西了啥了的。他这个程度的梅西巴黎圣日耳曼的卡车牌这个程度谈不得行。梅西当然呢，怎么人做两天程度全部按的卡车钱，20千起来呢，起码梅西的程度按照单独约价大概不是拉差掉的。现在他这个程度的呢，今年咋着形式了？你呢，梅西的高难跟所有的且咋起了，且还将给根本不形式。他话呢，今天主编这次中央年纪光没有确实改变妥了，按照 CCTV 5亿开动拿了的节约。抖音。